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要会记你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？哪有？好容易，好容易，我不来去。麻婆汤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股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台语文学开心会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。咱台湾民间有真侪趣味又搁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。伫重男轻女的古早时代，新妇是一个真辛苦的角色。古早人讲，大家有喙，新妇无喙。好查某囝毋嫁过客，好新妇毋当外家。要捧人的饭碗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不过，今仔日咱要介绍的这篇故事，内面的新妇拄好颠倒饼。算来去，咱就邀请空中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韩婉老师改编的民间故事《巧新妇》。古早时代有一个老员外，因家有3个后生，大汉的甲第2个拢娶了后，剩第3个还阁咧相亲。不过，这2个已经娶入门的新妇，定定互员外头壳痛，毋但知食毋知做，头脑较钝的低头。有时员外会互因2个新妇气甲想要甲因离去海口食汉钱。恁大家甲看卖咧，日头曝着脚霜啊！2个新妇即阵还袂起来煮早饭，互我枵甲大肠过小肠，真正是一顿久久，2顿相拄。阿珠啊，阿花啊，紧出来啦！阿爹，阮来啊啦！我是大汉新妇阿珠啊，身体水阁娇，大家拢嘛学了甲。啊，对啊，阮第2个咧，阿花啊，你着较紧出来。一步行，2步行，3步到大厅，看到阿爹徛伫遐，赶紧叫一声阿爹，要创啥啦？连去买布拉鱼，等下煮糜通食。阿爹，你买食布拉鱼袂哦？安尼，阮2个来去买哦。不太是买几尾？买1尾就好啦。等下多淋淋呢，头仔尾也剁了，搁切做6块。我知，咱当6个人拄好，一人食1块，安尼较公平。
咱爱会记得叫头家咱拍互清气。我靠，真正是月星啊娶某，阿爹，迄是啥物意思？了然哦，连不来伊生做圆叶扁，你就毋知。阿爹，歹势啦，阿无来去买腊马，一人食一马。哼，牛牵到北京嘛是牛，无来伊免买啊啦，也无要啥？归去啦。恁两个转去外家休咯。真的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阮当时要倒来。阿珠啊，你5日节转啊，要转来时爱摕纸包封转来。纸包封，阿爹，你是讲用纸甲封包咧，起倒来是毋？是啦，无毋对。啊，我咧。阿花啊，你7月半转来，要转来时爱摕纸包火转来。爹，你讲啥？用纸包火？无错，还阁有咧，恁两个爱伫同一天转来哦。啥物？阿爹，你毋是叫我5日节倒来？啊，我7月半转来。安尼，阮两个是要安怎共一天转来呢？阿爹，刣鱼刣到市，讲话就讲透支，阮两个听甲不煞煞，请阿爹明示。是啦，阿爹，请你讲较清楚咧哈。我忝啊，应该安怎做？恁两个家己去参详，我要来去房间。阿爹，阿爹！这个老冤鬼忍无可忍，心肝掠贪怀，出一个无可能完成的任务来刁难这两个戆新妇。借这个机会，叫因两个新妇转去外家，较免逐工伫厝起身落命。啊，免叫啊啦，老人食红钱，讲无效，咱哪行哪散。娶到这两个新妇，真正是气死我命，好佳哉！我了一个后生也袂娶，若有较成功的姑娘啊，嘛有恁小姐阮第3后生做某，我人钱袂失恁的礼。若有请打电话080009094449。冤鬼啊，你电话报伤紧，听无呢？佮报一届好无？啉白用用，啉酒啉甲死死叫，安尼有较好记无？阿辉啊，阿爹叫我摕纸包封，迄是啥物物件？我嘛毋知呢，纸包火，迄嘛毋知啥物物件。阿爹叫咱一个5日节倒来，一个7月半倒来。是安怎一天一天倒来？这我嘛毋知呢，啊，你都比我较巧，你毋知，我哪会晓？你讲我较巧，咱两个半斤八两，你3脚猫笑一目狗。但要安怎啦？我看即摆哦，咱两个稳惨的啦。就在这两个戆新妇伫遐咧三无长的时阵，隔壁庄卖猪肉的查某囝阿美啊，拄好伫边仔听到。这两位大嫂请了，你讲的代志我拄则拢有听到，请恁放心，免烦恼。小妹较占款，出主意，互恁做参考。嘿，你敢知影啥物号做纸包封？啊，啥物叫做纸包火咧？这听我说来。
会无去想到？你实在有够牛的，有够厉害的。啊，5日节甲7月半明明都无共工，为安怎叫阮这下倒去？两位大嫂免着急，看看是小可大代志啦。来，咱看看行，来去树仔脚遐，我才豆豆啊讲互恁听。迄两个戆新妇无伫咧，出去加热清净咧，也无敢若看着倒弹。阿爹，阮倒来咯！啊，慢些，我毋是吩咐恁两个人，一个5日节转来，一个7月半转来，时间都还未到，恁两个哪会做伙总转来？阿爹，你叫我5日节倒来，5日节就是肉粽节，迄天爱放肉粽，我就赶一挂肉粽倒来，代表是5日节啊。阿辉啊你？阿爹，你叫我7月半转来，7月半爱初果，我着摕一块咸果转来，迄就是代表7月半，安尼就对啊。乌帮画乌猫，看袂出恁两个当时啊变遐尼巧。歹势啦，阮头一摆互阿爹学了。万请欢喜，纸包风甲纸包火。噔，伫遮，纸包风伫遮啦。阿爹，有凉无？有手亲无？开始是用纸糊的，一个起来，风就来，这就是纸包风啦。锅仔顶嘛是用纸糊的呢，大条点伫内面，安尼叫做纸包火，这就是纸包火啦。机关创立仓库无简单，恁老实讲，是毋是有个人指点？无影无食，佮讲甲下对重。有一个姑娘啊，甲阮教啦。一个姑娘伊是啥物人的查某囝？着隔壁庄卖猪肉查某囝啊。吼，遐尼巧，我着紧叫媒人去甲伊讲亲情，带来做第3新妇。暖暖站门溪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自从阮迄个第3新妇带入门了后，我超轻松咯，即马会使挂无事牌啊！有人规工做甲要死，有人闲闲无代志，搁伫遐挂无事牌，这无创我空头，互伊去做，哪会使的？来你啊！喂！叫迄个门口挂无事牌的人来见我。
是，遵命。草民拜见大人。你好大胆！食饱盈盈讲无事，搁挂无事牌咧唱笑。我命令你3日内摕2项物件来互我。请问关老爷，是倒2项？第1项叫牛犅生牛仔囝，第2项做一领遮天的布篷。我看你有事也无事，退堂。元月转去了后，烦恼甲未食未困，想到无步山破病。阿爹，起来食饭咯！清清白米饭，咸咸鸭母卵，烧烧菜头汤。无事，新妇来当当。好啦好啦，恁先去食啦。讲咱先去食啦。阿爹，来食饭咯！清清白米饭，咸咸鸭母卵，烧烧菜头汤。有啥代志，新妇来替你担当。唉，免啊食落去。阿爹，我看你面悠悠，心闷闷，到底啥代志？请你讲出来通理论。唉，无代志，掠一杯汤伫脚床念，详情听我说啦。爹，这小事一桩，请你放心，交代互我排解就好咯。咱先来去食饭啦。好啦，行，来去食饭。太阳有个80仙，千古我世转转身。到底嘅边写三遍，偷是爱所人切。切，乱来，无礼貌。威武，较正经咧。威武。3天期限已经到，迄个挂无事牌还袂来探头，今摆我才看伊有偌敖。报，有人求见。团。明日参见关老爷。来食好神。咁好食？我是拢掺这个胡椒粉哦，不，来食好人。我叫阿美啊，因为阮阿爹永远无代志，挂一块无事牌，所以关老爷你生气。
我是替我阿爹来甲管老爷你会不是？恁阿爹是安怎无来？阮阿爹就伫厝里做过来啦。屠杀！管老爷，你要吃屠杀哦？我胡说，阿美啊，你胡说！查甫人袂生同人知，是安怎咧做回来？管老爷，查甫人袂生，这你嘛知哦。牛讲是安怎会生我囝咧？这个死查鬼仔咧，巧有巧，有够巧。好，第一项互你通过，第二项咧，热天的布棚咧。管老爷，阮兜仓库的布匹是足济，请管老爷甲天顶的寸尺量好势。我通看到人去做，巧，真巧，真正巧！恁兜就是有你这个巧媳妇，莫怪恁大官，敢我无事牌管爷伊上大，要叫牛讲生牛囝，高班的代志哪敢破？头身寸办分开大，家在管爷放定线，真是伶俐的白羽官。转去更加无事牌挂，社会安定又繁华。元月雕得无心机，官爷雕滴甲考试，献花新妇好价值，替伊改为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巧媳妇》是由韩婉老师编剧，剧中的人物元月。两个媳妇即阵也袂起来煮早饭，互我枵甲大肠过小肠。罗都志演出阿朱，咱爱会记得叫头家咱拍互清气。陈美兰演出阿花，咱当六个人拄好，一人食一块，安尼较公平。老素丁演出阿美，我是替我阿爹来甲管老爷你会不是？韩婉演出管爷，查甫人袂生同人知，是安怎咧做回来？林瑞坤演出衙门的车影，太阳有个80仙威武。张志宏、周德林演出口碑大公司演出。